根据统计，到去年10月，国内有买厝贷款的总人数超过220万人，也若阁有这房贷加上信用贷款的人，今年是加27000人，总人数来到384000人，创历史新高。而且这两种贷款的金额加起来有到711万，平顶年同期加53万，这负债压力是13年来新高。 去年前3季，台湾房市交易真加野。对联定中心最新的统计来看，全国房贷总人数突破220万人，有买一成的人口负担房贷。同时间有房贷加信贷的人数是有38.4万人，创13年以来上新的纪录。 因为就是一个空房啊，要住的话就要买家电啊，有的没的啊，床啊，没有钱的情况下就只能借啊，给人家利息慢慢还这样啊。 有偿贷款的课程师表示，伊月给大约14万，开1200多万买一栋4楼的楼仔厝，逐个月干那房贷就要4万，加上信贷1.7万，加1万外块的车贷，逐个月要还7万。这个贷款支出佫无包含2个囡仔的教育费，甲生活的基本开销，经济压力也真重。 可能本身就是房贷族了嘛，但是他可能透过信贷的方式，他可以额外再多贷一些钱出来。市场上包括房地产、包括投资很兴盛的一个状况之下，导致这种双贷族的一个数量呈现一个攀升。联定中心的数据显示，到去年10月为止，双贷款的人数38.4万人，比前年加2.7万人。双贷款的族群平均每一个人共支付711万，比前年加出53.3万，搁再创13年新高纪录。房贷是一人大约负担603万，信贷也愈借愈多，平均一人有108万的信贷压力。有房贷甲车贷的民众是9.2万人。房贷族他们可能一时之间资金周转不灵，就会造成违约，尤其是本利摊还，可能在经济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，会对银行带来相当高的风险。所以在打房的时候呢，应该要兼顾软着陆这一点。专家提醒民众买厝进前，要谨慎评估家己的财务状况，因为即马买厝的总价悬，装潢费用也变贵，自备款的成数上好有2成5到3成，才袂踏入去违约的风险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